为什么 offer 是提供 transfer 却是转移？1分钟记住这组词，准备好了吗？它们共有核心词跟 fair， 就记一个字，带。off 表示向前带，拿到面前主动给，就是 offer 提供给予。trans 表示跨地带，从一处运到另一处，就是 transfer 转移转账。pre 表示优先带，心里先选更偏爱，就是 prefer 更喜欢偏爱。re 表示往回带，带回查阅做参考，就是 refer 参考提及。con 表示一起带，大家带观点来商议，就是 confer 协商授予。daf 表示分开带，各带各的不一样，就是 differ 不同有分歧。in 表示向内带，带出深层含义，就是 infer 推断推论。fair 加 ry 表工具，来回运送的船，就是 ferry 渡船摆渡。死记硬背不如掌握词根逻辑，学会一个词根，搞定一串单词。